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起。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真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荣耀的神。的时刻，我的拯救。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这呼喊是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你盼望只在乎你。宝贵实讲。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命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手。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宝贵实价的大能赐我生命，宝贵实价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让我们再从头再一次，宝贵实价。主耶稣，而生，带我去黑暗，进入光明。主耶稣，我感谢你。因是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
是的，主啊，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掌管天地万有、施公义、好怜悯的神。我们众兄弟姐妹同心聚集，恳求圣灵的江河充满运行在圣殿，让我们以谦卑敬虔的心进入你的至圣。我们同心歌颂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伟大的主，你赐下永生的盼望，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冷淡的灵命，浇灌我们常常枯竭、常常耗尽的爱心。主啊，怜悯我们，翻转我们，黑暗的亮光，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恳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渴慕你的真理，遵行你的旨意，鉴察我们的心。合乎你心意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见证你荣耀的圣名。我们将一切颂赞美的神，阿爸天父，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宰。我们将于10月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祷告中预备心，同感一灵，选出合乎神心意的长职人选，同时也恳求神纪念在你面前再一次为教育馆新建工程献上感恩和祈求。感谢主，你保守眷顾。目前泥作等等工程，恳求上主全能双手亲自保守带领，看顾所有的工程平安顺利进行。圣手中，恳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和合一的心智，让施工团队和建筑师和建委小组更要恳求主赐下和睦的灵，运行在社区邻居的心中，使施工期间所有的损害减低。在其中，我们必看见你的荣耀，必看见神的大能彰显。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圣灵的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高抹圣为传道的口，传讲你话语里的真理，听的耳，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力量和帮助，也让讲的和听的同得福分，并得着益处。让我们以主教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我看到有一位明珠，明珠姐妹，欢迎你，很开心，因为明珠姐妹是我在2013、2014在缅甸短宣一起为她在台湾的学业，还有缅甸的家里，一起为她带到。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文化，我们一起关心教会的圣工。今天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本会许牧师今日前往文化教会主持圣礼典与小会。下周学道班开课。18到21日将顺为传道休假。9月28日上午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姐向各团契、小组或办公室报名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生命季，邀请兄姐按每日读经进度选取一节经文填写于京剧单。选举请代祷。9月21日晚上7点，青年团契举行迎新聚会，欢迎邀请被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安息主怀，享受88岁，定于9月18日上午7点半于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求上帝安慰家。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和修本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欢欢喜喜地
把羊扛在肩上。他回到家里，请朋友和邻舍来，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呢。同样，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落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让我们一起攻读圣经，《路加福音》15章第4节。周报上，《路加福音》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不把这99只留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不把这99只留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今天圣维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直到找着，直到找着。来到上帝的家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福分。请问大家这几天烤肉有吃饱吗？如果没有吃饱，可能又闻饱，闻到隔壁在烤肉的香味。感谢主。话也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起来团圆。我们刚才特别在我们的事工报告当中有讲到，今天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山神学院还有圣经书院。那圣经书院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在做每期的招生课程，但是还是为了信徒的教育。也是在圣经学院准备，所以请我们用祷告与奉献，让我们一起支持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各个教育的机构。今天要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啊？他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非常精彩，而且旁边很多人要听。他并不是常常在一个像教堂里面讲道，耶稣跟小朋友讲话，跟成年人讲话。听我讲道，不是他就是一边吃饭的时候就一边跟人分享，因此许多人要听他讲话，许多人要到他的面前来听说，耶稣你到底要跟我来分享什么？在这段路加福音15章是一个特别是3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一个99。更是我们在圣经当中，你可能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叫做“浪子回头”。对，常常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啊，你第一个不是要演浪子，是选到底是谁要演猪啊？猪还要挑2、3只啊，要让小朋友跟猪一起吃。
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非常生动的讲起失落与寻找的故事，出走与回到上帝家中的故事。因此，这3个故事非常精彩，让我们今天从90思想，耶稣到底要对我们说怎么样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我们一起来念：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这个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当然，你如果去过以色列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地并不是这样一片的青青草原啊，常常是非常干旱的。牧羊人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羊群到可安歇的水边跟青青的草原。但是我们从这一幅非常求你领我到青草地上，求你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段诗篇也描写得非常美，好像说进入到上帝的家中。天有同工在教会当中，有2天1夜的夜宿，在昨天也有中秋的烤肉，哇，大家又吃又喝又玩游戏，非常的快乐。你想象说，哇，好像好的画面。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要是这群羊彼此不和，要是彼此打架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呢？家中的，你知道你家里如果有养1只以上的动物的话，2只动物会怎么样？2只动物，当然会打架，何况是有这么多只的羊群，或者是在上帝的家中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相处呢？我想在路加他在描写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但是耶稣与耶稣的门徒非常亲近的一位同工，他所写下来的。所以当路加福音把这3个故事，把99只羊的故事，把妇人寻找银钱自己想到的是，路加在跟保罗一起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可能想起这一段故事，是他也想到，原来在上帝的家中也有这样曾经不和谐或者是意见不一样的这样的割礼不能够得救。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要说哇，有许多人受洗的，有许多还不认识耶稣的希腊人、罗马人、讲其他话的人都归向耶稣了。但这时候竟然有许多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跟他们说：你们既然受了耶稣的，所有的基督徒，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状况，竟然也要基督徒还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因此，保罗跟巴拿巴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在我们今天读到
这些罪人来分享耶稣的好消息是什么？没想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并不是欢喜喜的来接纳所有到上帝的家中的人，而是说：耶稣啊，你怎么跟这群罪人一起吃饭呢？你怎么？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许多跟耶稣这样吃饭场合非常类似的情况。当一个福音被传出去了，但众人还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接纳。我们不能够进去，或者是这边不欢迎你的这种场合。对，我不知道，我常常。他们要演出一个戏剧，演出一个很精彩的，是一个跟人有一个互动的舞台剧。那他呢就假扮成一个流浪汉，所以他真的那天非常仔细的装扮自己，这个找出自己最旧的衣。要让人有一点这个邮购的味道，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哇！当那个戏剧开始了，没有人知道已经开始演剧了，但怎么前面有人在这么开心这么的唱歌啊？没想到在后面服侍的同工眼见啊，就跟他说。所以他就竟然被同工赶出去了。最后他才很努力跟同工解释说：“你看看，这是我啊，这是我。”同工还一直把他推出去，说：“这边不欢迎你。”会不欢迎人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场所。我不知道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工作当中，甚至在你的学校当中。要怎么样的条件，或者是在你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要怎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我们更深刻的来思考，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欢迎进入到我们当中？叫做 One of Us， 我们其中的一位。在歌词当中有这个歌手也很有趣，他说他在一种属灵的寻求当中，但是他在寻找到底上帝是吃饭，他到底会邀请谁进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享受欢喜快乐。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第，他是我们其中之位，他只是一位公车上的陌生人，他正在尝试寻找回家的路。你回去。你知道吗？上帝是我们其中一位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穿着像我在台上穿着西装领带，笑容迎人，然后欢迎我们所有的人吗？还是他会从我们当中走进来？礼拜开始了，已经迟到了，他这首歌跟我们说，如果上帝是我们其中一位，他可能并不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位，他可能没有名字，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他可能会像我们当中只是坐捷运、坐公车，一位不起眼的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再次思考，如果上帝是我们其中
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是好像是不断的寻找，非常认真努力的寻找这个失去的羊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故事当中，羊撇在旷野去寻找这一只呢？你觉得上帝耶稣说这个比喻？其实这段故事，我们如果认真来读起来，或者是我们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来数算的话，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一只放掉了吧，至少我还保有99只。没错，耶稣是用一个非常夸张的比喻，是用一个超乎常理的比喻。你知道这3个故事你读起来的话，会非常的有趣。100只里面，如果丢了1只，要寻找那100只的里面的1只。甚至一个人如果有2个儿子，如果走丢了其中一个，他是每天都在寻找这位失丧离家的孩子。说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数目的问题，也不是财产的问题，更不是去衡量价值的问题，而是10章16节也有这样说：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把99只撇在旷野，并不是真的撇在旷野，因为他还有小弟啊，他可能带2个牧童，说2个牧童你要守在这里，但是这也常常会走丢，所以需要有牧羊犬来把这个羊把它合成一群。但是当耶稣用这个比喻说，牧羊人去花他可能是去别的地方寻找水源，他可能甚至是这位羊的心情不好，去找一个地方自己要躲起来。有时候在教会当中要关心弟兄姐妹，说你最近好不好？得到了有时候的答案是说传道，你就让我静一静。可以关心你吗？说传道，我这个过了很久，我没有再回到教会，我不敢再回到教会了。对，我就鼓励他们说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就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喜欢找一个地方。好，但是我们又很希望，是不是有人能够来跟我们讲一句话，就在讲这样的矛盾当中。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跟我们当中，好像跟我们提醒，不论我们因为怎么样的原因走失了，99只羊就不来寻找我们。他并不会用金钱的价值来说啊，这只走丢了，反正我还有99只羊。耶稣的心境不是这样的，只要有1只羊还没有回到面前，他必要领这一只羊回到我们当中，并且他要使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也要寻找羊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件事情：到底寻找羊是一个拯救，还是一个欢迎？
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遇到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很大的福音，我要把这个那么好的福音要传给你，你不知道这个福音。没错，拯救是一个把好消息传给别人的一个行动。我是有好消息的，你是没有的，用这种态度来跟人来分享。但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欢迎的态度的话，我们并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来分享这种能力，来分享这种权利，来分享一种恩典。你知道有只羊说，请你们欢迎这位弟兄，欢迎这位姐妹。因此我们看到耶稣的他这个拯救行动，他不只是展现能力与权力，他更是培养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来思想耶稣拯救羊群的这个行动，人有进教会，哪个人没有进入教会？我们想象都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这样的比喻当中，他跟我们讲到一个更大的事情：原来拯救关乎群体的关系。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热心，要引领人进入教会，要引领人来信耶稣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只停留在说啊，我跟你这个。每一年特殊的节日，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有许多福音的行动。有时候我也是听到同工说啊，我做完这件事情，啊，松一口气。有跟耶稣一样的心情的话，拯救不只是关乎个人的，它也不是一次任务的，而是要再一次带人进入到耶稣的群体当中。当我们说拯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说，哇，有时候我们的任务就到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喜欢一次轰轰烈烈的任务，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事工有多人信福音，甚至有许多人决志祷告。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欢迎人进入到我们当中的话，欢迎是每一天的功课，欢迎不只是一次节庆，不只是一次事工。人了，但是有可能你今天的心境不是这么欢迎人的。你昨天对福音有一个极大的热情，说主啊，谢谢你拯救我，谢谢你帮助我。但是今天你仍然需要面对一个功课。因此，我们从耶稣这样拯救的故事当中，我们也再次欢迎：到底我们是拯救还是欢迎？我们到底是？还是这个信仰是关于群体呢？是我们每天要再次操练的功课呢？我们在最后这个故事的第二个比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他一定点起灯来。常常我们在讲上帝的时候，都是用一个男性的比喻来说上帝。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说要怎么样祷告。有一次有一个上帝这几个字离我好远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这位天父上帝祷告。要是你有跟这位弟兄有一样的心情的话，我想你一定要仔细来看这个故事，因为在这边耶稣用一个
的羊群一样。但是他是用一个妇人的形象，他仔细的点起灯来，打扫房子，到处仔细寻找，直到找着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当这位妇人点起灯来的时候，回到上帝的面前一样。但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并不是上帝只是要指责我们的罪，只是上帝说你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心境再次被信仰的明灯所照亮、所点燃起来。当这位妇人她在仔细的打扫房子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心情，有许多的关系，有许多的过去的回忆，需要被打扫，需要被清理。但是我们知道，越堆越多东西哦，甚至需要出动一个特别的任务来把家里打扫干净，对吗？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家里是不是有堆积很多的东西，当中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打扫，不知道如何来清理。我们有许多的回忆跟许多的情绪。的打扫，到处仔细的寻找，直到找着为止。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也看到很有趣，妇人是寻找捡起来。如果是10块钱，你会不会把它捡起来？可能考虑一下，因为10块钱还可以去投饮料，对不对？如果是50块钱，你会不会把它还是1000块钱？在角落没有人看见，你会不会把它捡起来？很有可能会捡起来啊！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时候这个罗马社会1天的工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500块钱还是1000块钱。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故事里面很有趣的妇人总共有几块钱？你的存折里面只有5000块，还是只有1万块？请问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吗？你可能不是很富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到，如果路加福音的话，特别出的是一个相反的，跟社会当中我们相反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他并不是用银钱，并不是用价值去的比喻，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你可以发现那位财主他有没有名字？那位财主没有名字，他就是叫做财主2个字。他是有名字，他叫做拉撒路。上帝记得他的名字，亚伯拉罕记得他的名字。因此，我们也回到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妇人在寻找这个银钱的时候，没错，我们可以想象，钱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产。也有老师说，可能他这个10块银钱是串成一个他特别的装饰，所以他如果这个掉了1块钱他这个装饰就没有办法来带起来了。就是原来上帝他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我们。
就像这只99只100只羊的其中一只，或者是这10块钱当中的其中的1块银钱。是1000块，而是这些东西是属于牧羊人的，是这1块钱是属于那位妇人的。因此，他翻遍了他所有的家里，仔细的打。你说我找到了这1块钱。兄弟姐妹，如果你要庆祝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如果升迁了，你如果找到一个很好的学校，甚至是你如果要结婚了，你要怎么样来验？请他朋友吃饭，他是不是要把1块钱要拿去买食物来请他朋友吃饭呢？请问这划不划算呢？好像不是很划算呢。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原来上帝寻找人，并不是一个划算的事情，也在我们的圣诗82首里面，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翻开你前面的圣诗。我们这个台语圣诗，我们在今年呢也发行了华语的版本，在80。行人如织，我成为统计数字，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大街小巷，行人如织，我成为统计。嗨，人真多数字记号，我挂名牌总是无名。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长子都带起一个长子的牌子。是第1次或第2次来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时候你知道吗？行人如织，会后大家都散去，没有一个可以讲话的人。挂这个名牌是希望我们，特别是你对教会不熟悉的弟兄姐妹。就请你能够找到快有这个名牌的人。但是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么快速的脚步，我不知道你在公司你会不会随时带着你的你能够记得一个人的名字吗？你可能也很难记得某一个人的名字。的确，我们在这个社会变迁这么快速、脚步这么快速的时代，我们有许多称呼，人可能叫你什么师、怎么样的老师、怎么样的老板、怎么样的称号。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在我们生命的处境里面，有时候当中，我们成为一个数字，我们成为一个代号。但是在这首歌，你如果继续来看的话，我虽然一人，但是我并不孤单。求主，你来呼叫我的名字，你来呼叫我的名字。他用这个妇人寻找银钱的比喻，甚至如果你可以继续阅读这个浪子的比喻的话，上帝要在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你来了，真好，你是处境。不论你是刚来到教会不久，还是今日有机会第一次踏入我们士林教会的，
还是你人是在教堂当中，或者是你最近听了很多的属灵的讯息，但是你的心的感觉，你是迷失的，你是需要被寻找的。耶稣基督自己做了最好的示范，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上帝，为的是引我们到他面前来。你知道吗？当你在思想这位牧羊人的手的时候，当你在思想这位妇人寻找基督他在十字架面前的手，他是张开的，他能够包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不完全。耶稣的基督的手，他是宽厚的，他是温暖的，他必要欢迎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小组，还是在你的朋友与你家庭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你是否曾经失去重要的物品，失去重要的财产，或者是甚至是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失落、寻找与信靠当中，最近你的生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有一个朋友可以跟你来分享吗？这位在寻找那个银钱的这位妇人一样，并不是价值的问题，并不是数算的问题，而是每个到上帝面前的都是他的宝贝。你是否也热切的为这样还没有被上帝寻找的人付出行动？谢谢你钉痕的双手，这时候也展开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膀臂厚实的，也是受伤的，所以你也可以明白我们生命当中受伤的处境。主啊，特别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那样未经整理、未经清理的部分，有许多那样黑暗还做一个清洁，做一个打扫。主啊，更重要的，恳求你来寻找我们。主啊，我们隐藏到怎么样的一个处境，甚至我们隐藏到自己勤奋的工作，甚至我们隐藏到你就像这位牧羊人一样，主啊，不是你看那99只，而是只要还有一只，主啊，你恳求你来寻找。主啊，就像我们是那个10块钱当中的银钱，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很有价值，还是我们没有价值，而是点燃我们的热心，让我们像你一样寻找。主啊，恳求你就站着你这样的福音的故事当中，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
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的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战过茶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你应许不摇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满布。我要挣脱战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应许不摇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同心开口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先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深情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动举起立。耶稣，放下一生，只因在爱是你。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再次领受你的讯息，求主帮助我们兄弟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保守、安慰与医治，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向你爱过，让我为你前进。你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
真欢喜，搁一摆咱来到主的面前，就只来伫个圣殿前，要领受伊的话语，要领受伊的恩典。这时，咱要用诗歌来敬拜，准备咱的心。请献开圣诗554首。这首诗歌咱大概真熟，但是伊有几个所在，咱也特别爱去注意。因为咱的惯性习惯的唱法，甲谱所透早起也好静，透早起也好静。咱若注意看即个谱内底，应该。在即个谱内底真侪，即款一点，有一点的音符，甲无一点的音符的唱法，咧伊的力度上无相共吼。所以咱会注意看，所以即边来念歌词，顺续看迄个一点的所在是倒位。尤其开始，咱今仔日念法要照伊的节奏。咱今仔若有看到一点的字，咱迄个音较长一点啊。透早起也好静，用温群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晡也无停。半晡也无停，即句就无迄点啊，对毋对？对毋对？即个诗歌会搁较水。搁较有力，咱即看卖啊，预备，请。透早起，毋对，透早起也好静，请来。透早起也好停，煞来。着吞润到丢失，宽心挺好修行，就会欢喜吟诗，我个修。是说者无？我个修道来，我个修道来。出现6遍，6遍我个修道来6句，但是敢若有中第几句？第3句毋免迄点，所以第3句真重要。第3句甲其他5句拢无。风雨也毋通停，虽然乌云也密，也是着向前。空客若是清楚，这时就通修行，就甘愿着磨。虽然拄着危险。毋肯半路煞，是我国修倒来，来透早起也好静，中军困甲日子，日头起。好修行，就会欢喜吟诗，我个修道来。吟诗，我个修道来，我个修道来，我个修道来，就会欢喜。
我，虽然拄着危险，免轻半路线。工程若是完成，救主就来支援，就会欢喜饮食。我讲。我高手都来，我高手都来，我高手。开137首，137首。哦。99倒地平安，137首，杨99倒地平安，倒地平安。享受用祈祷的心，诚做咱的祈祷来念这歌词，请杨99倒地平安。拢受羊条保护，只有一只公布，无受梁木管理照顾，无受梁木管理照顾。第二。主讲，迄只也是属我，现今甲我3年，路途虽然坎坷，来遮第3节，受伤的人无一个知，治疗偌深溪水。所价暗暝，偌长偌害，才到卖羊的位。无力要死，真惊。第4节，路中火热，逐位目红。这火对倒位来？主流保惠。显明疼痛，何由要羊互刺所吃？为着找羊互刺所吃，伫山坪山坎。找着我羊欢喜，宝座视为天使应声，欢喜卖羊倒。羊羔咋羔？只有一只是要山间离开风波，无受了无管理照顾，无受了无管理照顾。主是你，主讲伊只也是小我，现今甲我3年。
这会对多未来，主老保会很美天堂，何有唔美？呀呀，为着吹牛何其所强，为着吹牛何。大比无效对呀得起，阴云响亮，好久。我做是为天山影响，我也没有多来天下，我也。掐笔板心。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554首，透早起也好整，请起立。
同心额头来祈祷。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宇宙万物拢是你所创造的。感谢你伫这大生已经拣选阮，毋是阮找着你，是你已经找着阮。伫咧后个月初六要召开会员好会，愿意出来。为着教会各事工部的事工来付出，恳求主亲身经出你所喜爱的路步，伫咧教会中间谦卑侍奉，兴旺福音。我也看见教育馆已经渐渐要完成，即马咧申请使用执照，等使用执照通过了后，就准备要开始。互刷来景观的工程，还有甲厝边的墙围甲排水的工程，会当顺利来进行。也互阮甲厝边有好的协调甲沟通。新的，也互阮有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面对新的事工，担当新的责任。成就你的旨意。伫阮悲伤痛苦的时，用你的神亲身来安慰；阮的身躯有病痛的时，也求主用圣手来医治。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甲安慰。阮将今日的敬拜恭敬仰望你，求主开阮的心，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就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阿免。即时也要用使徒圣经做阮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伫本地了，倒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啊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罪赦免，肉体高啊，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做来启用，启用文第54。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台语汉字版新约圣经第88页。
人在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行师拗拗念讲，即个人接纳歹人煞甲。减无请放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吗？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扫厝，困找到着嘛？已经找着，就自入伊的朋友厝边讲，着甲我。就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再来，请圣乐队赞美。
今日圣会传道要讲的题目是“直到找到”。平安。这两天敢有食到烘肉，还是有闻到烘肉的味无？感谢主，以主的内面来团圆，无论你是有食到烘肉，还是为着健康的原因无食真济，感谢主，咱拢做伙以主的内面三甲来团圆，三甲来做伙。买当做伙来关心，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来关心来奉献，特别是伫咱长老教会目前有三间学校：台北新学院、台南新学院甲玉山新学院。的课程以及各项的活动，提供场地，伫遐阁有真济服侍，所以请大家嘛会当做伙来关心这个事工。咱今仔日伫路加福音，耶稣吼真正是足够讲故事的，也足够讲道的。今日咱所读到圣经一开始，其实耶稣毋是伫会的道理。我咧想讲，我来招一寡朋友咧，食饭的时阵，我敢会当遮好势，会当甲福音的真理用真轻松的态度，不过是用故事内底讲起三项三个咱拢真熟嘛真爱听的故事。一个是99只羊失去一只的故事，99只羊的故事。不过是接续这两个故事的一段，都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三个故事拢有一个来到上帝的身边，讲这三个故事拢是咧讲起安尼的故事。咱读到这三个故事的时阵，咱特别是真爱这个羊这个故事。咱敢有去过？23篇是咱足爱用来祈祷，也是分享的一段经节。伫诗篇23篇第1节到第2节，咱做伙来念。伊互我倒伫青草坡，带我到有草原哦。不过你若是真正去过以色列地，无亲像这遮青翠遮好诶。因为伫以色列的沙漠内底，这个是干旱的，这牧羊人常常爱带伊羊爱不过无论安怎，咱看到这一幅真水的画面，就是上帝是咱的牧羊人，咱是伊的羊伊定定甲咱照顾，甲咱引带伫上帝厝。因为咱的教育馆搁咧兴建，幼心搁咧消毒，所以咱这两天有青少年团契的同工，伫咱的教堂内底，伫遮搭一个天道，有同工的训练，伫昨搁有彼此的分享，
昨哦，还有这个剥柚子大赛，大家拢算到不加欢喜。不过当我咧读这段故事的时阵，嘛想到路加伊甲保罗咧传道的时阵，咱知影路加毋是直接是12门徒的其中一个。听到真侪耶稣所讲起的故事。你看今仔日咱所读到这两个故事，99只羊啊，第二。来讲呢，因为耶稣咧当时咧讲故事的时阵，真有可能是将这三个故事分别来讲。不过咱所读到今日将这时阵，咱会当看到伊有真济，看到教会彼此的基督徒的斗阵做伙是安怎的模样，伊看了真清楚。特别是伫《使徒行传》外邦的时阵，哇，保罗甲巴拿巴真欢喜，讲甲遮的特别是伫这犹太的基督徒。不过圣神甲因感动，耶稣的故事安尼传落去，有真济外邦人都入来教会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无想到这信徒，毋是讲真欢喜，毋是讲真喜乐，反倒是甲因讲：嘿，这个人吼，因敢有食猪吧？这个人因敢有？受割咧就袂当得救，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就甲因发生真激烈的辩论甲争执。所以路加伫伊读到嘛，看见这个就是伫原底伫羊条内的羊，甲后来才入来羊条内的这羊，这无共款时阵的羊啊，可能因彼此嘛有意见，无共款的所在。不过伫今仔日的规个譬喻内底，咱都是看到一个真大的重的身边。像即个我毋知你伫你日常的生活，无论是伫你的家庭内底，是你的工作内底，还是伫学校的生活。你咧对找你咧甲你的朋友咧交往的时阵，你敢会想讲，即个人吼，伊敢有啥物款的优点，还是伊的心，还是伊的钱财，还是伊的禁止的牌子。我想起几年前有一个伫新学院读册的时阵，有一个学姐甲我分享一个故事，讲伫圣诞节的时阵，因想要演出一出戏，不过因无想要用这个活动，所以迄当阵伊就要演一个咧流浪的人，伫外口咧流浪的，咱即马讲街友，所以伊就面安尼面吼抹甲乌乌安尼，去找花团抹甲乌乌。所以伫圣诞节节目开始的时阵，当戏剧伫要演出，伊就对这后面的
所在，伊就行入来，哦，啊个演啊！那顶面那有人咧唱歌啊？恁到底是咧做啥？伫门口的这个东工哦，嘛就机灵嘅想讲，那有奇怪的人进入口来所。参加耶稣的生日，到后来才知影伊是东工啊。所以你讲起这个故事的时阵，哦，都虽然是听到这个故事吧，不过有一个进入到咱中间的人。伫今日咱所读到圣经，其实真趣味。这咱的巴克勒译本啊，翻译掉。佫是歹人，佫是罪人哦，讲甲真直接。不过当这个人进入到耶稣的身边，要听伊的讲道的时阵，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文士都心底咬咬念，讲：耶稣啊，你那这甲这个人食？无禁止，反正是欢迎因到伊的身躯边来听伊讲起天国的道理。歌手伊所唱的这首歌，伊毋是一个福音的歌手，不过伊唱的歌曲内底常常有真济的福音的道理伫内面。讲，若是上帝即阵就伫咱的身躯边，就伫咱的中间，伊到底会生做安怎的模样？但到底伊会讲什么款的话？所以伊的歌词是安尼讲的：，但是上帝是咱其中的青份人，伊要对找要转去的路。这首歌《One of Us》。我感觉这歌词真有意思，伊咧想象讲，若是上帝就道成肉体伫咱的身躯边，毋是伫2000年以前，乃是伫21世纪。伊咧想象讲，伊可能是一个真普通的人，伊可能毋是看起来一个真特别的人，伊只不过是伫公车。伫捷运，你所会看到的，无论是圣经嘛有甲咱讲，咱着爱常常接待伫咱中间的人。伫即几年，科牧师拢有讲咱一句话，讲宣教对什么开始？宣教对接待开始，对无？咱接待的眼神，咱接待所讲出的话，咱接待若是一摆性的接待，若是常常欢迎人来到咱的中间，咱是毋是将咱这兄弟姊妹拢当作是甲羊群的譬如？其实我咧读这90羊啊譬如的时阵，感觉无啥合理。为什么呢？都有99只羊啊伫遮，都好好的，竟然羊啊囥伫旷野的所在，结果伊家己一个人去追找这个失丧的这羊啊。当然，咱若是对牧羊人的生活有了解，对经济也是对算数的
这角度来看，100只羊啊，减一。真骨力，翻山越岭啊，用真济时间将这只羊啊，甲伊找着，佮甲伊抱起来，抱伫镜头顶，甲伊我要有羊，毋是属这条的，我的确找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错，毋那是原来伫羊条内底走失的，耶稣要去甲因追找。就算是无伫即个羊条内底，伫外面的羊啊，耶稣嘛爱甲遮羊啊找着。因为即个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毋知有走失的经验无，还是有这个养猫哦，因为是厝内有当阵哦，会出现鸟鼠啊，迄掠鸟鼠就甲我讲哦，你著饲只鸟啊，就袂有鸟鼠啊，不这鸟啊吼。因生性足害羞的，我逐工哦，等伊厝呢，拢会来问，欧len你伫倒位？吼，阮兜习性小可有一块人物，咱会当知影这羊啊嘛是足害羞的，有这羊啊，有一种特性，就是因的脑筋哦，因的智商毋是真悬。所以因定会走无去啊！所以咱看到这羊群边啊，一定除了这牧羊人甲牧童来，常常会走失的，有可能去找家己去找草埔，家己去找清水来啉，嘛去可能家己去找会当。密日头的所在，家己来密咯。不过这牧羊人，问题嘛，毋是一个经济问题，乃是因为这只羊啊，都是属伫牧羊人，都是属伫牧羊人。咱伫看到这耶稣用这譬如，都是用牧羊人去拯救这羊啊，咱嘛想起，是一个拯救的行动，还是一个欢迎的行动？现在特别是伫咱树林教会的这几年，咱拢有真济的社区的活动，拢有真济宣教的这个团队的出发。这是一个真好的宣教的态度。不过，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任务，是一个任务。这期了，这任务就煞，福音队了后，这个就煞。不过，就亲像牧师定定咧，甲咱提醒，宣教对接待开始。咱若是要定定欢迎人，有时阵是展现咱的能力，甚至是展现咱的权力。因为咱知影好消息嘛，我知影好消息。责任当作是一个权利，咱高高在上，迄个互阮来传福音的人，因是比咱搁较低。一种亲密的关系。咱伫报道内底嘛，常常讲起，要互人甲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建立个人的关系。不过，咱伫一个更较精准的。
进入到教会来生活。咱是爱邀请人甲兄弟姊妹做伙，就亲像也关系到群体的代志。咱伫讲起宣教，也是讲起拯救传福音的时阵，有当阵会甲因想象。福音大会啊，逐场拢办甲真好，真闹热，嘛有真济福音朋友进入到咱的中间。不过一摆有听见有同工在分享讲，听到即句话的时阵，我就想要甲伊提醒讲，无毋对，咱办真济活动，不过这毋是任务尔尔，这毋是一摆轰轰烈烈的任务。有欢迎人进入到咱中间，不过咱今仔日的，咱敢有逐工搁一摆学习欢迎人进入到上帝家内底？咱敢有逐工？讲起这羊群甲牧羊人的譬如，咱搁一摆来分享嘛，搁来思想。咱到底咱福音的行动是拯救，因为咱若是看见伫圣经内底，咱定定会讲起上帝敢若是一个男性，也是一个父亲老爸安。较深刻的，基督更较深的。不过吼，我若讲起，敢若讲起天父上帝4个字哦，我都基督袂落啊。我毋知上帝伫倒位啊，我是要安怎甲伊祈祷？无毋对，咱所看见，咱所信仰顶面的这位天父上帝，咱有时会互这名字来互伊读个。譬如，反正是用一个真亲切的这模样、这形象来甲咱讲，原来这是一个妇女咧找10箍银内底1箍银的代志。是安怎？若是你袂当想象，你就会当想象你厝里的妈妈。这上帝都是一个妈妈的形象，这是真温柔、真温暖，常常甲咱照顾安尼的形象。所以伫路加福音节点灯、摒扫厝内、拍拼、找到找着。我毋对，这位妇人人伊是拍拼找到找着，拍拼找。会扣，有人讲会扣。啊，若是看到10箍银，咱敢会扣？会扣。10箍，阮当会扣对无？啊，50箍，搁加20箍，就一个便当啊。啊，若是伫边仔有一张500箍的钞票，啊伫。不过，耶稣敢是咧讲起金钱的价值的物件？敢是咧讲起金钱的价值的物件？其实，咱今日故事所读到，找这1箍银的故事，这1箍银哦，毋是亲像咱新台票1箍、5箍，还是50箍。500箍的台票，还是1000箍的台票。不过，咱搁继续来读这段经文。请问这位妇女，伊有几箍？
一餐才10块尔，所以你能想象。若是户头内底存5000块、1万块，请问你是善车人还是富裕的？可能是要再考虑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所以耶稣讲去这位户10块银当中的1块银。其实咱若是继续来读路加福音，咱会发现路加真爱记载耶稣抽象的譬如，也是咱会看到，继续会看到伫圣殿内底，奉献这个5块银，这个妇女的这个故事。所以这毋是咧讲起金钱的价值偌无价值的，重点是这10块银的内底1块，这是属伫这个妇女的，所以伊就点灯，伊就摒扫厝内，伊爱真拍拼来找到1块银。咱看到耶稣用这个妇女来做上帝形象来譬如的时阵，当这位妇女伊点灯，就哪亲像伫咱的生命内底，是上帝就提一个光灯来点到咱，要来发现咱生命中内底安尼无法度甲咱分享的代志。当这位妇女伊咧摒扫厝，真济需要整理的代志，不过拢无整理好，伫咱的心内底无整理好。这是耶稣就亲像这位妇女内底，伊真骨力摒扫，伊点来找着。咱嘛想起伫咱圣诗82首，虽然一人我无。人山人海，人正做数字的记号，我挂名牌，总是来到教会时阵，拢会当看到中级当中有挂什么？有挂一个名牌对无？哦，佫金闪闪安尼。其实毋是安尼，咱挂这个名牌，特别是为着你若是对教会的人无不熟悉，还是你第一摆来到教会的时阵，你若是看到这挂名牌的人，挂名牌的，互因互这个长老甲执事会当来服侍咱。不过，等来到咱今日的这首歌圣诗80。现在社会脚步真紧人有真济工课，无论是伫工课内底，是伫厝内，咱拢真无用。街路逐规人山人海，人正做数字的记号。我毋知你甲。不过你若是等于你的厝内看到遐一沓20张、30张、50张，你敢会记得其中的一位还是2位？可能真恶地记得。咱无论是有名牌，有一个会当定义我到底是啥，
反正是你伫真无用的工课，有人叫你老板，有人叫你妈妈，有人叫你老师，有人叫你囝，伫所以这首歌曲伫甲咱讲起，咱伫现在现主时的这脚步真紧的社会，咱常常会感觉孤单的这件代。来到咱今日的譬如内底，无论是有名，无论是无名，天父上帝都拢亲。伊虽然佫有99只羊仔伫遐，佫有真济财产，有真济要去照顾的人，不过伊的确要追找咱，追找到有着。所以，若是要甲今日的两个做一个结论，原来天父上帝耶稣照着这两个譬如，要甲咱讲起的一个真重的代志。你来甲真好，你是受欢迎的；你来甲真好，你是受欢迎的。伫路加福音第14章有讲起，我的门电影内底，耶稣基督毋但是命令咱、鼓励咱爱排起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伊家己就大声排起十字架来跟。咱的过去有安怎的生活？无论你是第一摆来认捌耶稣，还是你即马坐伫教堂内底，不过你的心有感觉有失迷，有需要上帝追找的所在。咧追找咱，因为伊的手有伤痕，伊会当感觉咱生活中的苦痛。会当感觉咱即马有感觉恶的，所以咱伫即礼拜伫咱等于到咱的小组，伫咱的家庭，或者则是甲咱的同事、甲咱厝里的人，咱过一摆照着咱的圣经，过一摆来思想。第二，目前你的信仰是失落中，是咧追找中，还是肯定来信靠上帝？最近你到底发生？信仰是失落，是追找，还是肯定来信靠？第三，你是毋是亲像伫譬如内底这位牧羊人，还是亲像这位妇女同款？来找到为因来付出福音的行动，咱继续伫即礼拜伫咱的圣经。亲爱的天父，有钱人骨力咧找阮，主啊，阮受阮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嘛求你搁一摆伫生命内底来追找阮。特别是主，你知影伫阮的中间有第一摆来到你中间的兄弟姊妹。找阮的大牧者，主，你嘛知影伫阮的中间有真济兄弟姊妹，虽然人伫教堂内底，不过阮的心感觉失落。阮嘛
找阮，互阮的心嘛，互你也对找，互阮的心嘛火热起来，亲像你，若是真。一体，阮伫你的面前，要搁一摆谦卑你来恳求，主啊，求你搁一摆来甲阮来对找，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备办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吟献做偌济。
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念一解，请大家做伙念两解。请放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吗？做伙来，路加福音15章第4节。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嘛？路加福音15章第4节，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失落一只，减无请。咱首先来欢迎各位兄弟姊妹来到咱中间做伙来做礼拜。张志学弟兄、任玉炫姐妹跟张怡婷姐妹，是不是请站起来？自学神系是咱所敬听张道仁弟兄的迄个后生，安尼吼。其他毋知阁有第一次来咱树林教会。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大道也是办公室内。9月18到21号，张宪伟团都休困。9月28号早起9点，到树工部举办。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申请到9月30为止。
2019甲京剧有约进入新面期，邀请兄弟拥有参与每一日读圣经的活动。姊妹团可以举行会长、副会长的选举，请大到。9月21号暗时7点，青年团可以举行迎新聚会，欢迎邀请。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零现项目，可以招待到，欢迎兄弟零现。以下是高冠兴跟工程的。张道林兄弟伫9月1号安孝主怀，定伫9月18号早起7点半伫地。欠万的兄弟姊妹大道，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柯牧师今日到文化教会主持圣礼典甲小会，咱伫即节特别为着中道人的家属，伫咱的中间，为着咱的家属会当得到上帝的安慰甲扶持。咱做伙来祈祷。伫即点特别为着张道仁兄弟的家属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这位长辈伫即个家庭内底有流落。虽然有真济毋甘、真济回忆，主啊，不过求主你家己来安慰。我求主你搁一摆将好福音的好消息，来搁一摆来施到伫即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顶面。主嘛求你，以及阮的所有的建筑委员甲厂商的配合，主求你用施到稳定、甲完善、甲理地。阮伫你面前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上营396首。
愿正受恩的囝儿，伫遮所在所有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来欢喜。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上。别斗必会。细致美白丽，绵密泡泡，温和抛光，细致净白，黑人全亮白密泡小苏打牙膏，美白笑容有魔力。标枪你要丢到。